乡亲好，分享收看下主委客家新新闻，我是纪丽玲。今边韩国天公人呢有2年好了，故说呢也早晨就传出有当多蔬菜，当多民众呢就出去行行了了诶。比讲讲，来看报呢，鸦片就是讨台中嘅太行葡萄，看呢到我鸦片葡萄蛋糕有当多人对鸦片上爱哦，来变强送掉诶。韩国接下来呢，来看哦，鸦嘅葡萄却因为一下降落嘅当多人，鸦嘅台中市政府今日要去现场做人流管制，鸦片就有工作人员卡牌嘅。希望大家爱抵好防疫，还有附近嘅停车场，咪系要做管制。等等指挥中心就要来开会嘅，继续来看。大家好，大家午安。那今天要宣布哈，这跟新闻稿有一点不一样哈。那我国新增的3名境外移入的个案，皆为军舰上的实习学生哈，于今日安排同队的官兵学生入住集中检疫所隔离采检。那之所以就是说，在新闻稿完成的时候，我们还有1例住院在检查中，那刚刚才确认，那既然确认，我们跟大家讲，就是说总共是有3例，那目前1例在高雄，那1例在台中，1例在桃园，好，那整个这3例的病例，我们当然是396、397，再加上个398，那20多岁的男性，在我国的一个舰队里面实习，那是住在同寝室。那2月21日登舰实习，那该舰总共有337人，那于3月12日到15日停留帛琉，离开帛琉后于公海航行近30天，4月15日至我国军港下船。那整个396在4月12号出现头痛、嗅觉异常，4月15日下船后返家自行就医，4月17日再次就医，医院采检通报。那按397 4月初开始出现上呼吸道的肿痛、头痛、流鼻水、咳嗽、嗅觉异常等症状，返家后于4月17日就医并采检通报。那这3名个案与同队这次总共是有3艘的军舰，3艘的军舰，官兵及学生合计700多人，那进行相关的疫调。那所以在昨天下午他们去采检，大概4点多送到医院那将近9点的时候我们就得到第1例确诊的一个情况，所以立刻跟国防部这边来联络所以昨天晚上大概近9时许，我们就请国防部这边通知全员已经在外面休假回家在家里或在外面的所有的学员那在家隔离，不得外出。那并由军方漏夜安排交通，那并于今日下午5点全部要入住集中检疫所总共分作7处。那中间里面因为散在全省各个地方，所以在召集上当然需要花一点时间。不过我们检疫所也准备都完毕所以现在已经陆陆续续开始有来报到。那另外在舰准备的就是要规定就是不进不出不能再有人进去，那些人也不能出来。那我们再来安排他们集中隔离，那准备把他们移出来进行全舰的消毒。那入住检疫所我们预计今晚我们大概要漏夜的采检到今晚采检完毕那希望明天能够把检查的结果能够出来。那阳性的我们送医隔离治疗，阴性集中隔离14天。那解隔离前我们会再度的采检那阴性那才会解隔离。那另外也要呼吁相关在这2天里面相关跟这舰上这700多人有接触的请严守自主健康管理，那有症状立即联络1922或卫生单位安排就医采检。那整个里面我们当然尽快把疫调完成除了健康管理之外那有一些接触者如果是亲密的或是有症状或者就是说有确诊的那相关当然会调整成我们的一个相关的居家隔离，或者是进行进一步的采验这些我们都会立刻来进行。
那总共到今天，我们在398人确诊，178人解隔离。那另外当然因应的相关的境外这样昨天也跟大家报告在东南亚的状况现在看起来在我们的疫情的监测上面觉得在东南亚的疫情似乎有这样的一个低报那低报可能是因为检验相关的数字比较不足所以我们怀疑也担忧这里面的一个疫情有升高的趋势，所以我们也宣布4月21日起，东南亚返国者住处不符居家检疫条件，一律入住防疫旅馆。那对于欧美我们今天已经开始来实施了今天早上大概有18位入住到我们的检疫旅社里面去。那以后将来东南亚的在4月21日起也会一样的相关的作为。好，那一方面报到这里，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是请张教授，我们说礼拜六我们会进行相关的一些确定病例的统计，也跟大家报告一下。那我们是不是请张教授？好，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午安那奉指挥官之命就来跟大家做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看到的，在台湾我们的新冠肺炎的所有395个病例的一个统计分析，给大家参考。下一张。好，这是先前也给大家看过，就是其实在网站上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从1月中开始把这个新冠肺炎定为第5类法定传染病开始，而后我们就有所谓的通报的一些定义，那之后就开始看到这蓝色的部分，就是我们过去到现在那通报的个案数的分布那接着我们后来又规定了这个居家检疫有症状的，我们也通通要通报。那再下来这些个案已经都变成也进到法定传染病的一个通报定义里面，就黄色就不见了那绿色就是我们决定要扩大筛检包括我们后来的更大规模的社区扩大筛检的状况。那在后面这个最高的地方，就是我们清明连假结束之后，大家所看到的，在4月6号开始有一天有1800多、1700多、1600多等等这样的一个通报。那这个到目前为止加起来已经超过1万件以上的清明连假以后的这些扩大筛检的通报基本上我们都没有特别看到我们有社区传播的一些状况下一张。那这是给大家看到我们从来没有对一个法定传染病有这么复杂的一个持续不断的一些改变通报扩大筛检的定义所以从1月17号专家小组开始把这个通报定义界定为武汉的旅游史，那还有发烧呼吸道症状是需要通报，到后来慢慢扩大到整个湖北省，然后到旅游警示区都要通报，然后广东浙江河南等等的越来越大，然后到启动的社区的监测，然后通报定义也持续不断的扩大各位可以看到从过去到现在确实是非常快速的一直在因应着疫情的需要而不断的在改变下一张。那所以在这样的持续的监测通报之下，那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确定病例的从过去到现在真正的分布的状况那这是不是跟各位发布的日期来看，而是病人的真正的发病日期来看，这是我们在流行病学上更需要了解的所以我们从第一例是1月21号确诊，那可是其实他发病是1月11号就开始发病了所以到20号入境的时候就被我们抓到了，然后21号就确诊。那这个一路下来可以看到后面当然这边就是大量的这个境外移入的个案，那这当中黄色的部分就都是本土的个案，它的发病日期的分布大概就是这样子那到最近这一段时间就没有再有新的一个发病的个案下一张。好，所以这395个个案里面，大家上次也已经跟大家报告，
女性比男性略多一点哈，分别是53%跟53%跟47%。那年龄的分布是4到88岁，中位数就是大概都是落在32岁、33岁，目前是33岁。那大于60岁以上的老年病人，我们比较担心，就年长的病人哈，比较担心他们是会比较容易有严重的一个状况，在我们这边只占了15%，并没有特别的多。那本土个案55。境外移入个案340，这大家也知道了。那境外移入还是以美国是占最多哈，26%。这其实是英国、法国、土耳其等等哈，西班牙、土耳其哈。那当然，如果欧洲加起来一起看的话，那当然会比美国来的还更高了。下一张。好，这些395个病人的年龄层的分布，那先前也跟大家有过分析。其实就是年轻的最多20到29岁啊，有133位占的最高的比例哈。那这主要原因当然就是因为我们20-30岁就是我们出国读书、出国留学的这一群人，那他们在欧洲、美国，那后来就因为疫情的状况，那就纷纷回国，所以这一群人占了最高的比例。那其次就是60岁以上的哈，也占了一些有59位了哈。那这些先前也跟大家说明过，那我们的年龄分布，另外一些不是特别的高，可是比较多一点的，就是在年纪大的，这很多都是旅游团哦，退休的人员参加了旅游团以后，在旅游团当中得到感染而回国的哈。下一张。好，指挥官也曾经说，我们还是需要看每一个年龄层的人口数到底是有多少，所以用每一个年龄层的100万人口数来看的话，其实它的分布大概也是差不了太多了。下一张。好，如果根据 WHO 的这些疾病的严重度的分类来看的话，那我们最多的还是无症状的这些轻症就是占了70%，里面278位当中包括了22位的无症状的一个感染者哈。那有比较轻微的肺炎的，那是占了22%，严重的肺炎或者到急性呼吸窘迫症候群的，那是占了7.4%。好，那这些比较严重的部分，当然到目前为止先前跟大家说有12例还在加护病房用呼吸机当中，那今天是剩下11位在加护病房用呼吸机当中那也是非常感谢我们所有第一线的非常辛劳的照护人员那在加护病房当中照顾，当然又更辛劳还要穿着很多的防护装备，是非常的不容易。那可是我们也好几位确实是从呼吸器脱离那也非常谢谢我们所有很多医院的这个所有的第一线照护的同仁。那到目前为止，刚才指挥官已经说过了，已经解除隔离的是178位那也占了45%。那有一些还解除隔离，还在医院，也许会多看1-2天再让他出院，所以还没有出院。已出院的是160位那还在住院中的就是229位，占了58%。所以我们治愈的已经接近快要一半了后续当然还会陆陆续续各位也许看到最近的解隔离的速度其实也是蛮快的那死亡的就是6位所以是致死率是1.5%。下一张。好，那这些解隔离的天数或者是住院的天数那在3月底之前有39位是完成达到解隔离的条件所以从住院到解隔离天数中位数是20天那范围是从8到55天有些很快，可是确实要拖到很久。那住院到出院的天数中位数是22，那范围是9到64天。那4月以后的到目前为止已经有116位解除隔离那从住院到解除隔离的天数，对不起，这个数字可能加起来各位觉得不是今天的数字，因为这是统计到前天为止的数字所以住院到解除隔离天数后面大概也是差不多就是20天左右下一个。那我们也把前面100例跟后面的295例分别来看的话，那因为后面大部分都是境外移入这些大族群为主了可以看到说年龄在后面的200多位里面，平均年龄或是中位数的年龄其实是变得比较年轻了这个
症状看起来也是变得比较轻微，无并发症的这个轻症的占了75%，那前面100例当中是57%而已。那肺炎是33%对18%，严重的前100例是10%，后295例只有7%至于这个后面这个解隔30天内已经解隔的两边大概是差不了太多。下一张。先前大家也对于这个无症状感染者非常有兴趣了所以我们在这22位无症状感染者当中，可以看到年龄层的分布还是在20到29岁是占最多的那其实60岁以上也有一群比较是无症状的感染者的状况。这些无症状感染者他们的从检验阳性到变检验阴性，就是阴转的时间，其实有些蛮快的，可是有些要拖很久所以范围从7到41天这个这么长，这个特例的这个个案，他一直无症状，可是他也是时阴时阳的所以最后解隔完全到3套都是阴性的时间是需要达到41天，那中位数是18天，所以可以看到这些无症状带病毒者，其实他也是需要相当的时间才可以变成真的阴转下一张。好，那昨天也有提到说，我们的高危险族群要不要用抗体去筛检了那其实我们很早就在3月30开始我们就已经对于说医院里面医护工作人员或者是长照机构里面的照护机构里面的工作人员，如果有发烧、呼吸道症状，那我们就列入扩大筛检的监视的对象所以从3月30号到4月15号这当中，我们对于这些工作人员总共监测有发烧或呼吸道症状，总共采检了1800多位的这样的一个工作人员。那这些工作人员里面包括有医师、护理师、医师人员或是非医师人员、其他工作人员、照护机构里面工作人员等等的那1800多位其实都没有找到任何一位是带有病毒的所以这个相信他们大概也不会有抗体所以我们直接检测有没有病毒，可能是更直接的，那避免他们带着病毒而对他们照顾的这些病人或者住民是不是有造成威胁，那我们的这样的扩大监测其实看到也是没有的下一张。好，那这是给大家参考那在几天前的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里面，曾经对于亚洲这3个国家地区或国家香港、那台湾还有新加坡看到说在2月到3月上旬的时候3个地方都是只有个位数的个案数每一天那可到3月中旬以后，就因为欧美的境外移入3个都大量的增加，黄色的部分就是境外移入的个案，那往下这个灰色的部分就是本土的个案。可以看到香港有境外移入，也造成一些本土的流行，那新加坡也是有境外移入造成本土的流行，那到后来他们变两位数，大家都变2位数，甚至新加坡变成3位数，100以上了到最近都是一天可能300多，所以可是看到台湾就是下面灰色的地方一直都控制得非常好所以在这篇报道里面，当然对于台湾能达到这样的程度也是非常的肯定了下一张。好，如果把它放大一点来看，这个就可以看得很清楚我们这个纽约时报就用这样的一个图示方式，可以看到我们台湾大家过去的努力达到什么样的成果下一张。好，这给大家参考一下，就是在我们的前面的个案里面，曾经有一个个案跟大家报告说，他的病毒排放的时间就 PCR 检测时间非常的长久，那即使抗体出现了以后，继续有阳性的状况下一张。那这个就是看到病毒量这真的是换算成病毒量，在不同的病毒的基因的检测上面可以看到，就是开始的时候都是比较高量的那到后来就是比较低量，这个不是只是这样的比例，这是10倍10倍每隔一格是10倍10倍的比例的所以2格就是100倍的比例所以开始其实是非常高，但后来就这样子会有时阴，有些检体就会有时阴时阳的一些状况，就是这样子。那在第10天的时候，我们检测出就已经开始有抗体的出现。
那可是我们继续 PCR 还是阳性，那这个病人培养到18天还是阳性，病毒培养还是阳性，一直到63天以后 PCR 才检测，核酸检测才变成阴性的状况哈。所以这一个例子给大家知道说，我们就是有看到这样的一个现象哈。那对于这个病毒，确实是我们用高度的警觉、高度的处理方式去处理，避免造成任何的社区的一些威胁哈。以上报告。好，那非常谢谢哈张教授哈。那我们在这一轮的口罩哈，到昨天应该是昨天晚上我们今天18号了哈。好，我们到昨天晚上的8点，总共这一波哈，就是有267.2万人，比预期稍微少一点。好，那大家现在有问题可以提出来哈。不好意思，联合报想要针对今天新增的个案做一些询问，想要询问一下说，我们从这个新闻稿上面我们可以知道说，这艘船应该是指就是在本月9号回来，就是抵达国门的一艘军舰。那我们想问一下是说，当初好像有看到其他的新闻稿有提到说，其实他们是只隔离了6天。那我们想知道一下说，为什么是隔离6天？那他们是如何隔离？如果真的是隔离6天的话，我们今天新确诊的这些个案，其实都是在隔离期间的时候出现症状。他们在出现症状的时候有回报吗？为什么是就是解除隔离下船了之后，他们才自己去医院？以上，谢谢。前面问题我回答，就是我们现在的规定哈，对于这个船舶进出港及所有船员出入境的管理的机制，就靠泊我国港口前30日内无靠泊国外港口之船舶，其所属的入境之船员入境后得采自主健康管理。好，所以它这里面并不是说它停靠之后起算，是没有停靠跟国外的相关的地方没有这样有接触以后要30天，所以他到了港之后并没有马上下船，是整个满了30天以后才下船。针对刚刚联合报记者提问我们有2点给你做个回复。就诚如刚刚指挥官说的，为了配合这次的疫情发展，我们整个敦睦支队的航行规划都做了一些调节。但是我们在回来的时候，卫福部这个指挥中心特别有提醒我们，刚刚指挥官所讲那个规范，说我们回来以后，因为我们从帛琉离开是3月15号，所以我们靠港的时候是4月9号，所以在海上又再多留了6天，来符合到达30天的这个规定，然后我们才让他下船。第二个回复是，其实为了这一次有疫情的发展，所以我们在这一次的任务，我们都有派随舰的医官，并且是派遣是有关胸腔内科跟这个疫情有相关专长的一个医官，然后也律定他每天要定时给我们回报船上所有官兵同仁的健康状况。但是很遗憾的，就是在他传来给我们的报告里面都是正常，所以让我们这个政策督导单位没有办法掌握真实的情况，所以造成今天有增厚，然后有3位确诊。对于这个，我们国防部也表达深感遗憾，谢谢。不好意思，我这边想要就是再深入问，是说，因为您刚才提到说医官回报都是正常报告，那我们现在会针对就是这几名可能说，其实在前几天就有症状的这些官兵，我们会去做进一步的了解吗？就是有没有隐匿的一个事实？好，这还是一样，我们还是会根据现在的疫调的进行。好，那看起来整体上面是有一些判断的问题，那我们会就专业由防疫的医师就个案的一个询问，跟我们的医疗人员对这个案的了解，跟他报告的内容，我们会做出厘清。长官好，东森新闻想请教一下那个军方的部分，因为说舰艇的部分呢，那如果说上面是有派医师的话，一般他们在军舰上面应该要怎么防疫呢？比如说像他们的床是不是都是这样上下，其实空间算是比较小一点，有什么分流的方式吗？或者说
会像一些座位的部分，大家是有一些空格这样子嘛？然后另外一个想请教，除了这个军舰上面，其实营区的部分好像也都算是集体生活。在营区的话，如果说有一些官兵他们可能有类似症状的话，是等到确诊才隔离吗？或者说在军方营区里面有没有什么样的防疫措施？谢谢。针对你的问题，我想后半段我现在做个回复哦。在我们营区里面，只要发生症状的话，会立即送医就诊，然后跟他有接触的，依据接触的情况或做区隔管理。在营区里面有1人1间单独卫浴的营舍，让他们做跟他亲密接触的做区隔管理。然后如果没有亲密接触的，跟他在这一个团队的，就做自主健康管理。所谓自主健康管理，就是每日要定时量测体温2次，并且记录，同时在每天生活运作的全程都要戴口罩。那有关船舰的部分，我想说，请我们海军的副司令来跟你做更详细的答复。我海军副司令梅家树，只有关在舰艇的相关的防疫作为的部分，我做简单的一个补充。在舰艇上面的防疫作为，它确实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工作，所以我们会增加我们的消毒的频次，我们会把人员会在针对他的一个工作的特性，做他的一个分舱的一个规划。那同样的，因为船上的空间的狭小，不若有一个大的空间是足以涵盖所有人共同的会议或者是用餐，所以我们必须采分批的方式来去做一个规划，所以这个是一个基本的一个模式。所以我们这一次不管是在人员的量测体温，还有舰艇的空气的换气，还有消毒，其实我们是把它的频次予以增加。那当然相关的这些人的身体的状况，也是我们只要是有相关的症状的时候，我们也都希望说我们所有官兵能够尽快的反应，然后给我们的医师有一个明确的判断。谢谢。长官好，中士提问。想问案396、97、98这3件是同一个寝室，那他寝室里面是有多少人？那另外呢，这个案子目前前2个确诊的部分呢，一个是4月初就已经有出现上呼吸道的症状，另外一个是靠岸之后也有出现头痛跟呼吸嗅觉不正常。那其实应该是在有呼吸道症状的时候就应该要被通报嘛。那好像目前的意思就是说，胸腔科的医师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报告，是这样吗？那还有就是这个军舰在靠港之后，蔡总统有前往去接舰，那我们舰上的官兵有跟总统保持一定的距离吗？还是说他们都还没有下船？那最后想问，就是我们目前船舰有700多名的官兵，那刚刚有提到船上有增派医官，那对应的比例是多少？有多少个医官？谢谢。那有关第3项，有关是总统在4月9号，有到那个码头去宣慰部队这个事情，我要做个详细的说明。第一个，当初在规划这个行程的时候，就有考到疫情的风险，所以我们在整体规划上，在当天的行程上，都是舰上的官兵没有下舰，蔡总统没有登舰，然后都保持至少5公尺以上的，也就是符合社交安全距离以上的距离，跟他们挥手致意，然后就离开了那个他们停泊的港口。所以说，蔡总统这个方面是没有任何有关这应期遭感染的这个隐忧以上。那至于后续，我想请海军司令部针对就是除了刚才那个指挥官有讲过了，其实因为专业不同，我们当然在舰上一定会听从那个医官的专业判断。那至于他是如何做的，我们在舰上都有完整的医疗日志，有完整的医疗记录。这一部分就诚如刚刚指挥官讲的，我们并同所有指挥中心需要的资料，还有这个医疗的记录，会全部送到指挥中心做日后的疫调以及后续防疫的一些作为。谢谢。请海军司令、副司令再做一些细部的补充。就是有关刚才所提到的，就是我们这几位已经受感染的我们的见习的学生，他们的驻舱他是几人舱的？我们这几位的同学他是属于一个12人的一个舱间
啊，所以说他们都是在一个集中的舱间。那至于说我们在敦睦远航的医官的配属啊，我们基本上都会参考我们的一个任务的地区啊，这一次的任务我们主要可能会去什么样的特殊的地区，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疫情啊，我们不管是在医药卫材的准备，我们会朝向这个方面。同样的，我们也会针对我们这一次任务的需要，请军医局还有相关的这些的医院单位能够减派我们的这个医师。我们正常我们的舰艇每一个舰艇是以1位医师为它的主要的一个配置，但我们远航因为任务的需要，我们大概会增加1至2位的一个医师的编制。这一次是增加了2位。我补充说明到此，谢谢。长官你好，民事提问，请问一下副司令，船上的状况是不是兵自己隐匿，没有如实告知，下船之后才追？那不就是没事15号才会让他们下船吗？为什么还会这样子发生这样的状况？是不是官兵有隐匿不报的情况？请教副司令。那第二个问题想请教指挥官，这个指挥官日前向加拿大媒体投书，内容阐述台湾为防疫中所做的种种努力，还有呼吁世界卫生组织让台湾参与，然后还有这个投书 WHO 的这样的一个投书讲 WHO 的事情，不应该将任何国家排除在外。这个部分是不是可以请指挥官来回应一下？谢谢。我在此回应呢，就是刚才所提到的是否有隐匿不报的，我不会做这样子的假设，因为我们后面还是会有相关的疫调，我们相信说所有的这些的事实会在后续的疫调能够把相关的事实做一个厘清啊，我这样子来做一个简单的答复，谢谢。报告指挥官，不好意思，我补充一下，刚刚那个记者同仁讲说有关就是说有发生的情况，那我们初步检视啊，这个医疗的记录啊。那一天他是头痛，然后他本身的体温量测是36.6度，所以说我想还是回归那一句话，可能我们随舰的医官也是依这个来做一个专业的判断，倒没有说隐匿不报这个情势。好，所以我们每一年都还是会发文到这个就是世界各国等于是一个部长的推文。来强调我们参加 WHA 的一个必要性跟我们的积极度。那今天我们可能在相关的推文，可能各国愿意刊登的机会变很大，所以大家能见度也变高了。新唐人提问。2个问题，第一个是就是美国总统川普公开在推特上发文质疑说，世界卫生组织忽略台湾的卫生官员，警示武汉肺炎会人传人。然后我想听听部长的看法。那第二个问题呢是，有国外的学者在专栏分析台湾跟中共的防疫对比。那这位学者在文章的最后表示说，自由是对抗病毒的解药。那也想要询问部长，怎么样看？来，第二个就是说，当然现在世界对于就是说我们在12月31号所发的电邮都高度的兴趣。那我想各方的解读都很清楚，大家只要是专业的人看到这样的一个讯息，都应该提高警觉。那至于现在进来有些人在争议是说谁先报的或报的内容是什么，那我们在这里要特别表达，我们只是有看到这样的讯息，有这样的怀疑，所以我们也尽我们世界公民的一份子的责任，所以我们立刻来通报，那也询问相关的情况，一方面尽责，一方面是保护台湾的人民。那我们的判断当然是很清楚，我们认为那样已经是高度怀疑人传人，所以在那天我们紧急开会，所以在12月31号我们就开始做武汉班机的一个登机检验。我还记得那时候也有人在批评说我们做那个是没有用的，但事实上我们那时候还是相信
有适当的处置，然后适当的宣布，让人民可以来配合，绕在我们的疫情的防治上面是有重要的。所以在整个对抗疫情，自由当然很重要，人要自由，那么要让病毒不自由。我们不要让人不自由，而病毒很自由。那换句话说，我们能够谨守我们的社交的距离，我们勤洗手，那然后社会的规范来遵守，让病毒不会传播，而让我们的日常生活不会受到很剧烈的影响，不至于要做到把我们的生活完全都shut down这样的一个方式，就能够适度的把疫情控制住。那目前我们正在朝这样的方向的努力。那因为台湾人民的一个素质，让目前这样的一个策略还算是成功。自由时报，请问一下这我们敦睦舰队的看起来好像只有到帛琉，那这个帛琉就我们查好像目前好像是零确诊。那零确诊的话，那我们这些官兵在下船以后，可能在帛琉里面有什么活动？目前有大概了解吗？然后因为既然零确诊的话，怎么会就是去一下就中标了？可能要请海军慢慢说明一下，谢谢。相关的活动，我们等一下请国防部跟大家说明一下。那在我们的了解，就是说在帛琉相关的一些检验的能力，所以大家记得在前一段时间，他们有一位美籍的医师，有疑似的症状，所以我们在这里也就帮他们做了一个远端的一个示范，然后送回台湾来做检验那是阴性。那事实上，这里面就像我们一开始在讲，就是说，在东南亚，我们不敢就是说谁有什么地方，但是我们有高度的怀疑，其实有一些潜藏的病例的存在。海军司令部副司令针对自由时报的媒体朋友所提出来的，我们在海军敦睦舰队在帛琉的期间有哪些的活动，我在这边做一个简单的说明。我们敦睦舰队是在3月12号的时候抵达，那帛琉政府也非常的重视，所以说他们也执行了检疫，也要求我们敦睦支队要填写入境他国的健康的声明书。那我们也把所有全船的所有各舰的人员的体温，还有相关的一个健康状况交由他们去做相关的一个检疫。那在帛琉期间，按照我们的当时出国的一个防疫的指导，我们是全程都要戴口罩，所以我们官兵即使在帛琉所有的活动，我们都是要求要戴口罩。那为了防止一些我们不确定的疫情，所以说我们事实上在支队要抵达的前3天，其实我们也透过使馆地区的我们的大使馆能够让我们了解帛琉地区的一个疫情状况。当时我们获知的也是一个零确诊的状态，所以在支队的一个综合考量下，我们在地区实际上从3月13号、14号2天，我们有办理一些的那个帛琉的政要的一个欢迎的仪式，也同样的也举办了一个为了联系我们的所有的侨胞还有我们的友邦的一个晚会。那当然我们在所有晚会的人员来宾登舰，我们都会实施相关的一个防疫的作为，包括量测体温、酒精的消毒，还有询问身体的状况。那至于舰队敦睦舰队的官兵，他们也分别在3月13号还有14号的2天，我们是采团体的方式到地区去做参访，也都有相关的带队官以及相关的编组。那我们的相关的这些的行程上面，也是希望我们的所有的官兵是以全程携带口罩的方式来执行这样子的一个参访。我这边简要的做一个说明，谢谢。部长好，寰宇新闻提问，就是因为前几天出现4天连续3次零确诊的状况，所以可能就有一些夜店或一些景点开始出现人潮。那现在是可以轻忽的时候吗？就是想请问部长是不是要提醒民众，还是不能这样掉以轻心？谢谢。对，当然前一段时间因为大家高度的担忧，所以在零确诊的这样大家就会有一点放松。
事实上，我们在这个礼拜已经是6天没有我们的本土的案例嘛从礼拜1到现在，可是现在仍然不是放松的时候了所有的情况还是要必须维持高度的警觉那我们会慢慢的把这样的一个相关的措施建立得更完全，那看整体社区的情况再做适度的开放大家不要就是说因为有零确诊的情况就把行为放松了。我刚才讲我们要让病毒不自由嘛，那大家跑到这些店去，这就病毒大解放对大家也不是一件好事情。年代一电视这边想要提问，关于前卫生署长杨志良说，这个病全球可能会有10亿人感染，那台湾感染人数比较少，代表有抗体的人也比较少，那这部分指挥中心怎么看？另外一题是关于部长夫人今天晚上有音乐会，那部长最近也比较忙碌比较累，会在家看直播调剂一下身心吗？谢谢。第一个当然就是说但是我们现在来讲，这也是我们的一个隐忧了那在台湾，因为相对的防疫个案数那社区的流窜都相对非常的低那所以这我们将来怎么样来恢复期该怎么样来做，这也是专家们跟我们都不断的在思考怎么样建立一个好的社会的秩序，那配合一些筛检的方式能够把这样的一个防堵做好来那当然我们也不至于说要来期待就是说我们自己的感染数很多，那进而免疫力变强这也不是我们的方向。那这方面期待说将来疫苗的进展，那怎么样能够快速的引用，让我们的社会的免疫力变强。那我太太他们有一个音乐会了，他本来要叫我去献花，我又不敢去了报道者提问，想要请教一下，就是这艘军舰上的官兵们，他回来，他们是怎么回到自己家里面？就是自行离开吗？就是搭什么样的交通工具？那我们现在匡列他们可能在台湾的接触者或者是相关的人员，现在有多少人？那个相关在匡列的我们现在已经在进行的时候，我们会收集相关的手机。那相关手机还有相关的，他这2天因为时间稍比较短，所以接触人的手机我们都一并要把他那个资讯收集，然后我们直接发讯息给相关的接触者，提醒他们要注意，就是1922跟有症状的时候要来做来联系，让我们能够安排然后第二个时候呢，他们是自主健康管理，所以一般就是自主健康管理，我们就是说是戴口罩然后回家，对于交通工具并没有做任何的限制。焦点事件，想请问军方的长官，就是说在行前的规划上，如果是在航行期间出现通报病例或是医生怀疑的情况，会怎么处理？那会不会影响到任务？那这样子的话，舰上军官会不会因此有压力而提高对各种症状认定的标准？比如说像397案，它是在4月初，当时也已经离开帛琉，是在公海航行30天。就是说，如果在那个时候进行通报的话，对任务会有什么影响吗？以上。你好，海军副司令在此针对这个提问我这边还是做个简要的说明。就是有关在任务之前，其实我们不管是从国防部到海军司令部都非常明确的给任务舰，如果说他们的医师在他的专业判断认为说可能有或者疑似这样子的一个症状的时候，其实我们当时已经拟好我们相关的计划，就是返航结束任务，我们还是以疫情的控制为我们主要的一个目标。那至于说现在的您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现在已经返到国内了，然后后面这些人员的管控，其实我还是回归到这是一个专业医师他的判断，他如何针对这些有身体不适的人员，他怎么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判断。我相信后面相关的疫调会把这些的事情再予以厘清，再跟各位做一个报告。谢谢各位。
TVBS 提问，想请教一下，就是那个参谋总长黄树光15号的时候也有去迎接那个敦睦舰队，那请问总长也要隔离吗？还是说他也没有登舰，所以不需要？那另外就是说，我们有看海军脸书的照片，看到官兵们在帛琉下船的时候，好像也都没有戴口罩。那国防部昨天也宣布，国军今天开始1天1片口罩，这和国军确诊有关系吗？谢谢。你好，我是国防部发言人史顺文有针对总长在4月15号到参加敦睦舰队的结训典礼基本上是跟官兵是有一段距离而且没有直接肢体的接触。那至于说我们的政策，也就是从宽认定、从严来管制，所以现在总长以及相关的长官呢，目前也都会做自我健康的管理。第二个问题，对我来讲，其实这个口罩这个事情其实是在那一天等的，我们是跟那个陈副院长开的会，跟这件事情一点都没关系。那天是因为也谢谢媒体的朋友，还有我们一些的委员，还有社会大众他的关心，他认为就是说我们国军对于这个防疫应该更为重视、更为严谨，所以一直希望在口罩这预量够的话，希望国军能够每天每日都1片要改成过去我们是针对特定人士来每天1片，其余人员的话是3天1片。后来经过整个就是资源组的检讨，认为说没有问题所以说我们在那天下午就做成决策。应该是礼拜五吧，礼拜五就做成决策，所以跟礼拜6这个事情是没有任何关联在此特别说明。好，那我们今天的记者来下课前要提问这样。不好意思，民事再度提问。今天全教总有做一个回应因为中央决定不发口罩给那个中小学的这个也应该说不让他们在中小学的地方来卖口罩。那学校这边全教总这边说，学校这边会支持教育部做的决定，但是他们更进一步希望说，教育部或国家应该是用免费配送口罩的方式来送给他们口罩。那这个部分指挥中心的看法，谢谢。坦白讲就是全国大家都要免费的口罩了，其实这也不是不行了不过基本上一点点的使用者付费，那让国家的财务上面一些钱可以用到更实际上可以再纾困，跟直接用在医疗上面的费用，那可能是更恰当。当然，如果全民都一致的这样想法，也不是不能考虑。不过目前的政策，我们尽量把口罩的价格压低，在世界上我们是最低的。那避免这样子一点点的可能性的这样的浪费，如果完全都是不用钱的话，那我担心这样的一个浪费会加剧。而口罩是一个重要的防疫的物资，我们大家都有责任去让这样的一个口罩的效果能够发挥在最大。所以我不是那么的赞成，就是说口罩完全是不用钱这样来配发。当然你刚才讲的是说小学，可是小学要配发，那中学呢、大学呢、大人呢、上班的军人，这每一个人都会这样，那就最后变成都是 free。那在 free 的时候，是不是大家会更准确的使用？那我是有一点担忧了东森新闻想要再请教一下，因为根据那个帛琉大使脸书他们的照片，看起来当时我们的官兵在当地好像是没有戴上口罩，想问是因为拍照的关系有拿下来，还是说是有什么样的过程，还是觉得当时的状况不需要戴口罩？第二个想要再请教一下，在出发的时候，因为当时刚刚有说都有做好一些防疫的部分嘛，但是在确诊之前，原本的这个睡觉的床位，这个是有分流的吗？还是说是依照原本的部分，这样子可能12个人一个舱，有没有一些详细的睡觉部分是怎么分配的？谢谢。海军在此做一个说明，就是有关在您提到的，就是在帛琉大使馆的相关的这些脸书的这个内容
这个我们还必须要再去查证一下，他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机会，然后在什么样的一个场合，那个时间点他们的办理的活动的一个内容，我们再去做一个进一步的厘清。那另外刚才所提到的，其实现在船舱其实我们现在的新的舰艇的设计，我们都会去采的都是一个小的空间，然后让官兵的这个空间能够得以比较有一些舒适。那至于说您所提到的如何去做分舱，因为我们现在其实这一条船除了有这些实习的学生，其实还有我们其他的那边的单位，所以我们其实在整个规划上面都已经把不同的单位去做不同的舱去做分，我们不会让一个任务上面的执行，因为某一个舱它受了感染了之后，我们还会以任务的执行的为我们主要的分舱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规划，这个我作为说明，所以说每一个单位会有不一样的一个分舱的规划，要看他的这一次的一个随行的人员的编组，还有他的一个事实上他在整个航程中相关的一个任务的规划，这个是要看各单位的特性不一样而有不一样的规划，它并不会是一个完整一致的规划。谢谢。不好意思。谢谢，不好意思，《中国时报》想提问一下，因为这个军舰它15号下船，那上3艘总共700多个人，那距离现在已经有3天了。那我想问一下说这些人是不是都已经进入到社区？那我们会不会考虑说像之前钻石公主号那样，就是可能用细胞简讯的方式去公布他们曾去过哪里呢？谢谢。其实就是会。第一个就是2天了哈，15号下船，那17号昨天我们就下令都区隔了。然后第二个就是说，会有一点点像是细胞简讯，但不是发给全部的人。我刚才讲就是说，我们会收集他们的手机，那也请他们把他们这2天有接触过的人相关的手机的号码都留下来。好，那这样我们就可以把这些相关的讯息直接一手的传给他有接触的人。那目前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处理这个问题。不好意思，再提问一下，就是因为其实我们3月31号就已经把嗅觉异常纳入扩大采检的标准了，可是其实这几个个案他们都是4月初就有嗅觉异常，那其实这应该算是蛮明显的症状。想要请教军方那个时候有接收到扩大通报的这样子的资讯吗？因为可能他们在公海上航行，不晓得这个资讯的流通有没有收到。有关疫情的资讯，按照我们所有的机制，就包括我们军医局，其实都是采一令到位。所有疫情的这些的，我们会不管是我们在海上航行的舰艇，或是我们各陆岸单位，三军一定是一令到位，因为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快速要去做转达的，这个我们这些的东西其实就是循我们现在的一个疫情管制的一个体系，会立刻的转达到各单位知悉。部长好 ，ET Today 询问，想要请教，就是之前有那个前卫福部的国合组官员有投书，有提到说，台湾在这一次争取参与 WHO 不应该只有一次性观察员的身份出席，可能还会面临到就是下一年还要再继续争取，无法实质对医疗卫生表达真实的情况。他建议应该要把目标放在争取常态性的与会，想请问部长怎么看这样的一个说法？另外，稍早张教授的报告有提到说，近期的解隔离的速度比较快，这和我们前后期的患者病例特征不同有关吗？还是说主要它是什么样的因素？谢谢。那争取 WHO 当会员或争取 WA 当我们的观察员当然有任何的这样的一个达得到的可能性，我们都会去努力。那在会员国这方面，它有牵涉到 UN 的关系。
好，那所以到底是要一步到位，那还是要逐步渐进？那要看看我们跟各个国家的一个联系，好，跟友邦的支持度，那还有其他各国 WHO 好主要的这些相关成员国的一个态度而定。好，所以我们会持续的努力。我刚提到，我们最近这一段时间看到解隔的数字都比较快速的增加哈。那这也可能牵涉到一部分，是因为我们后期进来的个案，往往都是比较年轻的个案。那这些年轻个案，它通常都比较不会变成重症的状况，所以相对它的解隔的时间就会比较快一些。那另外一个当然就是我们这个所有的作业在应该是说初期的时候，因为个案很少，所以我们很多作业都非常的严谨。那现在个案多，我们经验也多了哈。那所以当一天过去有一段时间，大家看到一天就增加很多很多。那我们现在解隔时间到了，它一天就会有很多很多的解隔的个案嘛。不好意思，想请教一下部长，就是说，我们那个国防部昨天有宣布说要给予国军1天1片的口罩哦。那请问一下，那在这之前，每一名官兵他们大概是几天才可以分配到1片口罩？那第二个问题是，这些军舰上的官兵啊，如果他们出现症状的话，疑似症状，那他们有哪些筛检、隔离或是通报的管道呢？筛检那个本来在舰上就有一个军医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在。好，那至于就是说原来就以前大概就是根据任务型的，我们另外在公务的配送，那基本上是要靠我们原来的7天3片，或者现在的14天9片这样的一个，所以国防部会觉得说，那这样子恐怕在管理上或者他们在使用上那有其他不方便所以来争取说能够1天1片这样的一个情形。我真的再做个补充哦。其实我们一开始我们口罩的配发，除了一些特定人，比如说在密闭空间执勤的人员，比如说我们的卫哨、我们的卫勤医疗人员，还有我们的新兵，这类的人员的话，基本上我们是每天让他使用1片，其他的方式就配合指挥中心对一般民众所做的一些规范，比如从一开始7天2片啊，然后到最后现在的所谓14天2个礼拜9片10片，我们都是按照这样的做法。甚至在这边我也利用这个机会做个澄清，当时我们是基于也是使用者付费的一个概念，希望就是说不要因为我们需求增加公务部门那个预算的支出，所以我们也尽量辅导官兵说利用健保快易通，然后自己去申购，然后由我们各营区的政战干部来协助他们统一申购，然后统一领取，然后再逐人配发，所以说在这个过程里面，后来是因为就是当然媒体也针对这个事情有很相当大的程度的反应，我想行政院也是从善如流，经过我们检讨过，基于国防作战任务的需要，以及现在口罩生产的预量，认为说可以支持我们国军官兵每人每日1片，所以才能做成了这个决策。谢谢。TVBS 再提问一题，就是我们有了解到海军啊，其实有要求官兵在登舰的前7天都要戴口罩，要确定他们都没有发生任何的事情之后，才可以把口罩拿下来。可是因为刚刚也有提到，就是在帛琉下船的时候，好像没有特别的戴口罩，那这就有人确诊了。那这规定是不是其实有一些漏洞存在？谢谢。有关这一部分我们就是在针对口罩的携带的方面如果说我们在后续的内部的检讨确实也有类似的情形的话，其实我们就应该要去针对这个问题的一个事实，我们去做相关的一个内部的检讨。那我们也要找出来这个未能够落实的一个原因务必要把这个防疫的工作从我们的不管是政策到每一个官兵，大家能够携手一起努力，让我们有一个最健康的环境。谢谢各位。好，都最后一个了嘛下一次明天好了
好，我们今天的记者会就到这里，谢谢。今天的记者会到鸦片结束的，相信乡亲朋友哦，你的看的时间，你们有察觉到，你们有感觉到今天的记者会一个气氛多么汹涌，同先前2日咧，因为呢前2日咧，国内都系无新增加确诊病例，不过今天呢增加的3名，按照各家对亚嘅微博破整理嘅资讯来看意思。先前呢，本来系395名确诊病例，不过今天一下加出3名。嗰種呢，研究看到今天增加3名過後，現時全台灣累計的確診病例係398例，另外呢178人基礎隔離咧。相信呢，鄉親朋友都會當上會提供3名人加到係樣嘅程度嘅。按照了解，來看一下較詳細的話，今天新增加3名確診病例，加到都係一個阿邊個，加到係一個海軍嘅屯木監區3名確診個案，加到係境外曬落來嘅，係個人進一步來看下詳細的話。2個3名呢，其實全部都係海軍屯木監區第8度嘅阿邊個，爭20人4天，係差唔多同2月25日就去到船監等個愛來實施，韓國青年加到呢係強健檢防嘅，嗰種係唔係同安尼群體力之下，大家就扯到嘅。韓國呢3名阿邊個也係全部阿邊個呢，對4月15前幾日咧，對我國嘅軍港下船過後，一下前面發現講加到確診咧，嗰種人士大家就當驚心，大家就當上去啲講，一下下來嘅下船呢，係唔係會造成其他人嘅接觸咯？家下呢指揮中心嘅表示講，到今半夜連暗暝5點以前，我同3名阿邊個加到是接觸到。包含所有嘅700個阿邊個，還有相關嘅人員，都愛很多進來。無論講係用電話，還係用乜嘅方式，5點以前，基本5點前，全部愛入到一個集中檢疫所。韓國呢，是同700萬嘅人接觸到嘅相關人士，佢哋咪去做好自我抗檢管理。嗰時呢，下全部進來過後，就會夾夾對佢哋來做採檢，詳細嘅結果，天公人就會公布嘅。不過呢，相信鄉親朋友你會上海地講，佢哋係哪片車道嘅，韓國本馬薩車道嘅。其實喺當中呢，佢哋就去到我國嘅友邦，也就係撇掉。同樣時節，大家就當上海地，因為撇掉會比車道呢係本馬薩車道嘅，因為到下撇掉係表示講係無確診病例，嗰種無確診病例應該阿邊個因為比車道。家下呢，指揮官陳時中嘅表示講，大家還記得冇？3月初嘅時間呢，一個我國嘅友邦撇掉，就是表示講佢哋嘅檢驗能量唔拉，嗰種就同撇掉嘅檢體送到台灣，希望來聽採檢。過後呢，就用事先嘅方式同撇掉嘅人來聽採檢過後。嗰種呢，家下陳時中嘅表示講，可能係一個撇掉嘅檢驗能量唔拉，嗰種一下唔提供撇掉一片係唔係要確診，就會使到我國嘅阿邊個去到撇掉下船嘅過後，係唔係同一個發通當中，亦係同乜嘅管道、乜嘅城市當中被扯到嘅，接下來還會繼續查。唔過呢，近邊呢要簽到嘅國防部嘅相關人士，比如講海軍韓國發言人按到嘅管理人士嘅一條咩出來講嘅。因為呢，就講到，其實同船監方沒有一個醫官，沒有醫生停低一個船監去做一百個航行。唔過呢，船監嘅當個嘅醫生都表示講，同一過程當中冇確診，嗰種冇確診，一個同步進來嘅資訊，因為要檢查。佢表示講，佢咩當頭拿通係個輕微憾，嗰種接下來，陳時中表示講，接下來要查清楚，希望講再過嚟提醒大家，是同700人嘅屯木監區一條阿邊個是接觸到嘅人，要做好自我抗檢管理。咁邊呢，另外一個十分重要嘅資訊，要同大家來講，也就係對東南亞眾多國家要先同步。喺講呢，目卡當中有6人家，先日呢韓國同慢性病患搶下來係咧，4月20日，也就係下個禮拜日。下個禮拜二準點起始，因為台灣的民眾喺講頭14日內，台灣嘅4月初7準點起始，對東南亞一條國家轉到台灣過後，天初我哋同步。韓國呢喺講唔合乎一條居家檢疫嘅規定嘅人，所有人都要去喺一個防疫旅館，最希望對一條東南亞疫情係唔穩定、唔透明嘅素材，咪愛同一條防疫
做好起来。故说呢，近比有增加的3个确诊病例，现时全台湾是398例。希望呢提醒大家，头2、2日虽然讲是礼拜2日有了，不过大家防疫总得有办些害态。近比下周的客家新新闻就为你整理到鸦片。天公日早晨9点半，你请乡亲朋友准时收听客家新新闻的看报纸时间，再会。